大宝基金啊，内底拢有讲到这个代志啦。为什么依法？或者是依佛祖所讲的3宗12部经内底的文字，这是依法。要来依人啊，就是依你的偶像。啊，你偶像对一个物件，伊若是讲正佛祖内底讲的，就是来讲，按照依法。按照依法。比如讲，佛教2字。有的人即是能够做佛祖的教育啦，毋是做宗教安尼讲，这内底已经有两个拢毋对啊！你看，你若讲是佛祖的教育，你看咱的佛性，敢是教育才有诶？因咱的佛性大家本来就比较嘞，毋是教育有诶。安尼你讲教育有诶，好像有一个问题存在嘛，有一个盲点。不清楚明了，佮进一步来讲，《金刚经》内底有咧讲哦，讲若有人说如来说法者，即为谤佛。啊，你讲佛祖的教育，讲佛教是佛祖的教育，安尼是毋是就讲佛祖有咧说法啦？安尼咧对谤佛来嘛吼，这导致的咱了解讲佛教是安尼解释的表示就是啥？我们对佛教2个字没有正知正见，也没有经过正思维，再讲出来那个语言啊，是不是叫做妄语呢？你有搞来对这个办法啦，所以咱个学佛一定要知影啊。所以对我讲学佛，咱咧学佛啦。就是讲学佛一定要了解一下学佛心性，就是你讲这吼。这个来依法，过来就是依义不依义吼。义就是讲，这摆咱了解到法律了后，咱就爱照法律去实行。咱袂在你这个文字内底听来解释，讲咱这个文字内底一个词拢你要讲尔，你若讲你要讲你讲解释面去行，安尼就做意义吼，安尼嘛毋是佛祖的意思，就是意就是讲按照内底意思去做，或者意这个是咱咧。